面团擀平，再把饼皮煎到整个膨胀起来，配上热腾腾的咖喱配料，道地的印度料理上菜喽。他是龙珠词人，原本是流亡印度的藏人，遇上拍纪录片的导演蔡永琴。在印度认识的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所以认识他。他是我其中一个影片里的拍摄对象。两人相识拍纪录片，最后结婚生子。因为希望小孩不要像他过着流亡生活，才一起回到台湾落脚花莲。听过台湾，在西藏的时候也听过，就是听过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，是一个很进步的国家。龙珠看到辽阔的花莲，感觉就像西藏家乡。4年前选择在这定居，开了间餐馆，做的是藏式印度料理。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音乐。清亮的嗓音疗愈人心。其实他在来台湾以前，早在印度的流亡区小有名气。他有2张 CD 啊，在印度自己制作发行的，然后在印度的流亡藏区还算知名的歌手，然后主要唱的都是民谣。为了自由，翻过千山万水，最后在台湾生根。这一生走得很戏剧。龙珠词人不想再流浪，要用自在的歌声和花莲餐馆陪孩子一起成长。